現年77歲嘅香港資深歌手徐小鳳，近年主動減少各類公開演藝活動同商業曝光，基本上退出公眾視線，日常生活同社交活動都局限喺私人圈子。佢長期維持一班固定嘅親友社交圈，圈子入面有不少香港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大家相識多年，往來次數穩定，私交十分穩固。當中往來最密切嘅，分別係李錦記第三代繼承人李文達嘅遺孀李蔡美玲，同香港資深陽性執業醫生。幾個人長年維持線下相聚嘅習慣，不時結伴出席私人聚會、生日宴會等非正式社交活動，圈子氣氛低調又穩定。今次豪宅聚會舉辦之前，呢個細小圈子先啱啱完成一次線下聚會，當時一班人專登到場為楊醫生慶祝生日，徐小鳳同李蔡美玲都全程參與。兩次聚會相隔時間唔長，足以見到佢哋往來嘅密度。今次豪宅之行由李蔡美玲主動發出邀約，邀請一眾好友去到自己私人別墅作客。成場活動只係純粹親友私人聚會，冇向外公開宣傳，亦都冇傳媒提早到場跟拍報道。其後徐小鳳喺別墅遊玩期間，影咗大量現場留影相片，呢批相片陸續喺網絡平台流出，令大眾第一次完整見到李錦記家族頂級私人豪宅嘅內外實景同整體佈局。徐小鳳當日喺別墅戶外景觀區、室內各個功能區等多個位置留影。成棟別墅建築面積龐大，整體規劃整齊，功能分區清晰明確。別墅內設有全套專業照明系統，各個區域光線充足，整體視野開闊。別墅戶外地方長期有人專責打理保養，植物、草坪、景觀設施都維持得整整齊齊，整體環境乾淨有序。別墅各個區域嘅佈局都具備獨立取景條件，適合平時影相記錄。聚會當日，徐小鳳着住黑色花紋長連身裙，搭配墨鏡出席，穿搭風格簡約正式。今年將近80歲嘅徐小鳳，身體狀況維持穩定，頭髮濃密，面上化妝整齊得體，整體狀態相當唔錯。成場聚會期間，佢言行舉止大方穩重，好配合高規格私人聚會嘅社交氣氛。抵達別墅之後，徐小鳳得到別墅女主人李蔡美玲全程接待，招待安排細緻周到。在場其他賓客亦都十分尊重徐小鳳，一齊影大合照嘅時候，所有人自動圍喺徐小鳳身邊，將佢擺喺中心位置。唔清楚內情嘅外界網民，好容易誤以為徐小鳳就係別墅主人。隨住現場相片不斷流傳，李錦記家族超級豪宅嘅整體建築外觀、戶外配套、室內裝修細節全部對外公開。別墅主樓採用主流歐式建築設計，整體結構對稱整齊，建築線條統一，係香港地區規模頂尖嘅獨立私人別墅。別墅前院規劃一大片連綿草坪，草地長期接受專業保養，草勢均勻，修剪整齊，唔存在雜草、枯枝等雜亂景觀，整體綠化保養標準極高。草坪周圍設置各式景觀植物，佈局層次分明，整體規劃參照歐式私人莊園嘅建設規格。除咗大片花園綠化景觀之外，別墅後方設有專屬大型戶外泳池，泳池坐落喺別墅主建築正後方，佔地面積廣闊，水域形狀整齊，配套循環水系統、防滑地面、休息平台等全套設施。泳池區域整體佈局簡潔有序，同前方花園、主建築互相呼應，組成一套完整嘅戶外休閒體系，進一步提升成座豪宅嘅整體規模同配套完備程度，規格完全媲美專業莊園。呢座別墅除咗戶外空間闊落、配套完善之外，室內裝修同空間規劃同樣達到頂級豪宅標準。大宅內部採用歐式簡約裝修風格，全屋以白色作為主色，色調統一清爽，適合大面積室內空間佈局。別墅主大廈採用雙層樓底設計，樓高等同普通住宅兩層高度，空間通透闊落，整體格局大方。大廳正中央吊住大型訂造水晶燈，燈具尺寸配合高樓底空間，係室內核心裝修設施。
主大廳擺放成套白色休閒沙發，牆邊固定安裝歐式壁爐，側邊空間擺放直立鋼琴。空間功能同時應付日常休閒、親友會客、文娛活動等多種用途。全屋裝修工藝工整，家私配搭協調，空間分區清晰，唔會有多餘嘅佈局，同時兼顧實用性同觀賞價值。別墅獨立會客大廳同樣採用高規格裝修配置，室內擺放大型成套白色會客沙發，地面鋪上整幅訂造紅色地氈，茶几底座同座椅支架都採用水晶物料打造，裝修用料高級，佈局正式整齊，專門用嚟接待高級訪客同親友傾偈。聚會嘅文娛環節入面，徐小鳳同李蔡美玲一齊坐喺會客大廳沙發上面，兩人各自拎住無線米，準備現場唱歌。親友一齊高歌，係呢個圈子私人聚會固定嘅文娛節目，參與人士全程放鬆自在，唔似公開表演咁有拘束感同壓力。參觀完會客大廳之後，李蔡美玲親自帶隊，陪同一眾賓客逐間參觀別墅入面專屬功能房間，主要包括私人藏書書房同專屬藏品陳列室。別墅私人書房空間闊落，入面藏書數量眾多，種類齊全，書籍分類擺放整齊，整體環境寧靜整潔，可以應付日常閱讀、辦公、藏書擺放等多種需求。藏品陳列室專門存放李錦記家族多年累積嘅各類首飾、工藝擺設、藝術藏品同各式珍藏物件，整體藏品儲備數量龐大，種類豐富，擺放井然有序，能夠直觀體現豪門家族長期以來嘅資產累積同收藏底蘊。成個大宅參觀行程由日頭開始，一直持續到夜晚，賓客先後遊覽戶外草坪、景觀花園、私家泳池、主大廳、會客廳、書房、藏品室等所有核心區域，完整參觀豪宅全部佈局。日間參觀行程完結之後，李蔡美玲喺別墅專設宴會區安排精緻晚宴，親自招待一眾到場親友。晚宴籌備安排妥善，菜式配置齊全，招待規格正式。所有賓客一齊出席晚宴，席間交流氣氛融洽，所有人都玩得盡興。晚宴完結之後先有序離開。由整體規模、佔地面積、建築設計、裝修用料、配套設施等多個層面嚟睇，呢座別墅喺香港私人豪宅當中排行前列，屬於頂級莊園式大宅。按照香港高端豪宅市場嘅估價標準，呢間超級別墅嘅市場價值可以達到幾十億級數。呢座頂級豪宅歸屬李錦記家族。呢個家族係國內知名老牌實業豪門，多年深耕實業，綜合實力雄厚，長期處於香港豪門第一梯隊。根據2026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公布嘅最新數據，李錦記家族李氏兄妹憑住176億美元家族總資產，排名榜單第4位。多年以來，李錦記家族一直穩守香港富豪榜前4席位。綜合資產實力、產業規模同社會影響力，可以同香港傳統4大家族齊，係香港極具代表性嘅標杆豪門家族。今次豪宅聚會嘅搞手李蔡美玲，係李錦記第3代繼承人李文達嘅遺孀，今年已經97歲，係現時李錦記家族入面輩分最高嘅核心長輩。透過今次聚會流出嘅現場相片，可以清楚見到，李蔡美玲個人嘅身體狀況同精神狀態都相當穩定，日常飲食、行動、交談完全冇問題，能夠全日獨立參與成場聚會活動。佢可以正常企住行動，同人傾偈，仲可以拎住米參與唱歌活動，身體機能維持喺良好水平。聚會當日，李蔡美玲着住藍色花紋連身裙，穿搭整齊得體，單從外表唔容易察覺佢年事已高。作為家族輩分最高嘅長輩，李蔡美玲平時作風低調，極少對外開放自己豪宅，亦都好少大規模邀請外界人士進入私人宅邸作客。今次親友專屬聚會係好難得嘅機會，令外界透過實拍相片，完整了解李錦記超級豪宅嘅內外實景、建築規格、裝修標準同配套體系，讓大眾親眼認識香港頂級老牌豪門大宅嘅真實面貌。徐小鳳近年淡出公開演藝舞台之後，
一直維持低調嘅生活節奏，刻意避開各類商業曝光同輿論話題，專注經營私人生活同親友人際關係。今次出席豪宅聚會，只係佢平時常見私人社交嘅一部分。徐小鳳同李蔡美玲相識多年，兩人私交深厚，生活理念相近，日常互動頻繁，經常一齊參加各類小型私人聚會。成場聚會全程唔涉及任何商業操作，冇傳媒拍攝，冇公開宣傳，純粹只係親友私下聯誼活動。由日頭周遊大宅各處，室內唱歌互動，去到夜晚專設晚宴招待，整套活動流程完整順暢。今次意外曝光嘅豪宅實景，直接印證李錦記家族雄厚嘅實力，亦都展示出香港老牌頂級豪門低調務實嘅生活方式同社交模式。相比娛樂圈經常報道嘅明星豪宅，老牌豪門大宅更加注重空間實用性、景觀長期保養、文化藏品累積同圈子私隱，整體佈局整齊統一，唔會加上多餘裝飾，依靠長時間累積形成獨特嘅家族底蘊。與此同時，今次聚會亦都向外界展示資深文藝工作者同頂級豪門長輩日常嘅社交狀態。徐小鳳憑住幾十年嘅行內口碑、正直品行同低調處事嘅風格，一直喺高端私人圈子入面得到各界尊重。就算長期淡出公眾視線，佢嘅資歷同為人仍然得到圈子好友認可。呢個亦都係佢可以長期穩定融入高端私人社交圈嘅核心原因。而97歲李蔡美玲良好嘅身心狀態，亦都令大眾見識到高齡長者自律平和嘅生活態度，成為今次聚會備受關注嘅亮點之一。好啦，以上就係今期嘅內容。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同轉發，多謝各位嘅支持。